初日时阵，伫咧国道3号苗栗通宵的路段，那像是台电的外包商伫咧换高压电台电缆线的时阵，结果电线煞是垂落来。高速公路顶悬双向的2台车是去交着电线，甚至拖行，造成严重的车祸。这个事故当中有7台车受到牵连，而且造成1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。台电是有赶紧出面来核实的。因那高工局讲，这个施工并无经过核准，嘛无通报讲要作业，所以来因会来追究责任。警方来到苗栗后场的4名园区，除了对着罹难者进行凶案，嘛对着台电的包厢甲相关的人员询问了解案情。而看到意外驾驶讲起事发的经过，还是非常惊吓。这关板就开始飞了，它飞完没多久，钢索就来了啦。打到你车子啊？有啊。代志发生伫2号上午，国道3号148公里处苗栗通宵路段，电缆线落伫咧国道顶悬，南下方向的小车搞着，弄起咧分隔道。不过北上方向的连接车嘛搞着电缆线，甲这条缆线往北来拖行，而电缆线安尼一扫。灯光板整排被切断，弄中7架大小辆车辆被波及，还佫造成1死4伤。是不是没接到通知？现在外面说你没接到通知就先行施工了，有这种情形啊？会不会对你感到不公平？承包商无愿意加讲话，而台电表示，这架工程是台电的承包商，当日施作高压电塔的线路。通宵甲帮你单经完工程，依次8号甲9号电塔电缆线断去，缆线断去的力度真强，一边拍着大一线136公里处，另外一边是落伫国道3号，引起意外事故。台电嘛表示将会厘清事实。它断裂就有一点类似我们橡皮筋，如果突然崩断的话，它就会往两边甩嘛。所以它一边就会往影响到9到10，一边就会影响到7号那边。原则上施工不在高速公路的上面，所以高工局有说，它上面施工好像台电没有经过核准。台电表示工法并无问题，不过强调施工进前有向高工局来申请以及会勘，强调会负起相关的责任。不过对此高工局表示，台电施工的相关申请计划还未核准，嘛无通报施工作业，将会对其违反公路法等相关的规定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